明仔载是旧历的7月初7，传说当中牛郎甲织女会伫一天见面，这天也是七娘妈的生日。稻苗园人员表示讲，七娘妈生这天，真侪人会去求姻缘、求生囝，而且这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神，会保庇囡仔乖乖熬大汉。庙方人员手提七娘妈亭，甲大家介绍七娘妈所用的镜台，规间满满的胭脂、粉饼、手指、破链，搁有镜，拢是为着拜六旧历7月初7七娘妈生传来拜七娘妈的。备梳子、镜子、化妆品，然后七牛妈顶就是一起准备给七牛妈，就是请她你今天过生日，那就让你漂漂亮亮的，然后烧化七牛妈顶，就让你都可以一直在化妆。毕竟是传说了，所以我们准备东西都会尽量以就是古早味来做准备。新北市新增的奇妙圣仙宫，主要是拜七七娘娘，嘛就是民间流传守护爱情、保护囡仔的神。一般若是讲要求姻缘、求生囝、求囡仔好摇饲，拢会去拜拜。七娘妈吼，伊落一年吼，拢较一摆的落项娘人见面呐，伊足欢喜的，善男信女来所来甲祈求吼，大部分大约都会成功。因为古早传统，查某人生囝生煞食麻油鸡会当补身体，红蚵仔满尾嘛会请人食油饭，这个风俗流传到今，这两项食物嘛变做是拜七娘妈的祭品。庙方表示，加上七娘妈爱水爱食甜，所以这个物件拢是一般咧拜七娘妈的时会看到的祭品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新闻报道。